少年刚刚讲，看的一切总是美丽吼，所以看起来咱的信义啊，伊比以前搁较少年，所以看一切人总是少年，总是美好的啊，实在真意外啊，倒转甲咱怀温堂或者是昨暝毋知安怎，几落个月来，从来无像昨暝是样，安尼倒位淡仔变来去安尼，就一直想讲，可能咱浮起着讲3年外前，甲差不多要离咱台语堂差不多19年外吼，19年，就以前的迄敢一百图安尼就浮出来，心肝头感觉真欢喜，浮出每一个兄弟迄个名言，搁每一个兄弟，咱对咱的少年起头，就伫上帝定义，一同来建立伊的恩惠，一同来敬拜着伊。所以今日要出发之前，就是暗时已经开始就有安尼的一个内心的陪伴，就是转来到怀恩堂，也是着看见着。确实，我心内所想的，咱比以前，大家搁较即个阵容搁较好，搁大家诗歌吟唱了，对上帝敬畏的心，着通过诗歌吟出来，着看见着咱兄弟伫团契内面，大家彼此谈心，这是牧师感觉心肝头足欢喜的，就是亲像拄则。咱所吟唱的诗歌，就是即个诗班所吟唱的全能至尊的神，伊做咱代代帮助。一叠句安尼，咱感觉3冬偌久，亲像过去的昨暝一样，总是看见上帝恩惠遐尼高额伫咱的中间，所以这嘛我去想起着讲。咱常常伫咱的人生的顶面，有真侪坎站的一个出发。这个出发想起着咱做细囝时，这个出发是毋是咱要满足啦？就是要游览的时阵，是毋是共阮有安尼心情？毋是困无啥去。就是踮伊着传咧什物口香糖。阮细汉的时候，迄种乖乖，搁一款物件，哇，种安尼欢喜甲安尼。困无啥去，因为明仔载有一个期待要来出发。3冬外前，即个牧师嘛有一个新的出发。即个新的出发就是4冬外前，浸信会生活院担任的蔡穗义院长，伊就是叫电话来，就讲着嘉义浸信会有一个需要。因为因已经1冬外无即个牧师就是问我讲，我会当祈祷看卖，会当去无？迄时牧师就想讲，入番就好好，我从来无想着讲要去即个嘉义并且嘉义是敢若坐车经过，毋捌用脚来行过，所以讲对即块土地实在是真生疏遐嘛无朋友，嘛无亲情，哪有安尼是要安怎拄入北部生活过一假期？安尼我敢有法度去适应？安尼我敢有法度去遐来满足着教会需要？所以着真张图，总是因为院长打电话来，所以愿意来祈祷。祈祷过1冬久了，渐渐。我甲牧师娘，阮着伫即期间着一直互相来讨论，慢慢生发出着安尼一个感动，就来，着伫咱特别是咱台语堂的兄弟的祝福。其实台语堂的兄弟是阮心上放袂过，但是影上帝伊是咱一切保护，每一个牧师总有伫伊的时间一到的时。可能会去角度来服侍，总是上帝伊袂，就是袂因为讲倒一个牧师无去啊，上帝就无看去，
毋是上帝恩典，就搁较到遐。哇，这是阮祝福伊的爱欢喜的。所以伫即三冬久，咱台语堂的兄姐哦，不，特别也是伫顶年即12月底的即个哦，即献达节的即节期的顶面，咱有即圣乐的崇拜，咱台语堂的兄姐也一同来到嘉义浸信会哦，甲当地兄姐一同来敬拜上帝，这是何等的水！啊，搁平时嘛，侪侪兄姐哦，着为对台北哦，甲家己来看阮哦，所以讲，阮实在我甲牧师呢是感觉，互逐个听甲安尼吼，我心肝正经吼，甲阮茫硬硬吼，所以讲，这是阮一直伫家己会当继续学师，真紧就会当适应当地环境，啊，搁一个是重要，有逐个祝福，所以这个祝福是对这个所在带到家己去，所以甲兄姐逐个有做安尼一个报告，就是家己浸信会哦，就是伫这个所在，伫即3冬偌久，有一寡即个问题吼，就是看起来真大啊，歹解决的问题，从伫即3冬内面一一来解决啦。不论是财务顶面诶问题，哦，还是讲有一寡兄姐彼此诶一寡哦无逐个互相无迄个理解诶所在，哦，伫即个3冬久，哦，就是当哦，甲牧师哦，就是一同哦来回应着上帝听诶时阵，教会就要开始不再做复兴了。所以这就是家己浸信会，所以阮甲牧师娘伫今年4月就正式，迄时阵就去找来接的牧师吼，因为也感觉家己的体力渐渐无够力，因为常常咧暗时啊啦，若有个兄姐爱去看因啦吼，啊，佫有一寡即个身体无爽快，随时钟半暝小可就爱去看，所以就去找一个较少年的牧师，因为嘛是安尼行过来吼，差不多甲50外岁，佫有法度啦吼，佫有法度暗时啊，若迄种半暝啊2、3点、3、4点困，佫袂要紧。啊，即马来感觉实在是上帝互人的一个限制，所以牧师嘛要分享，咱每一个人，无讲倒一个人较高，嘛无讲倒一个人哦较衰懒，因为衰懒的人有上帝给我的恩典，啊，感觉敖的人哦，就会去看见上帝吼，伫即个所在哦，上帝要互看见讲哦，就是人无法度去挖靠家己的，所以讲这就是伫即段3日偌久的是牧师心内哦所核心的，啊嘛是伫即个顶面领受着兄姐哦，大家的即个疼心。好，咱即马牧师，所以牧师今日要用即个出发哦，人生哦每一个抗战总是一个新的出发，即个出发是上帝互咱的恩惠，搁较是上帝互咱的机会，所以每一届出发总爱把握，总爱对上帝所领受的诚做别人的祝福。所以咱每一个哦，上帝囝儿女，咱行到倒位，倒位就是有喜乐，倒位就是有祝福，倒位就是有一个和睦。哦，这就是咱每一个上帝囝儿女哦，人生顶面所做的出发。所以今日要对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第9节，以及第3章第1节到第5节，哦来讲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出发。要讲到即个新的时代出发进前，先对着民数记第2章，哦，特别是民数记第1章、第2章咧讲一个项代志，就是当以色列人是差不多即个哦，离之前哦146年哦，即个对埃及上帝通过着摩西的手带领因出埃及哦，啊来哦过红海哦来进旷野。要往即个上帝所赏赐的迦南水地行的时阵，当迄时阵的时，就看见即项出发，即项出发的内面哦，真重要的哦，就是爱知影咱甲上帝的关系。
所以第2章第1节到第2节有讲到，上主佮吩咐着摩西甲阿伦讲，以色列人拢着照着家己的氏族的大旗，甲宗族的记号，伫会幕的周围5会幕来集赢。就是这就是要讲到一个，当这每一个要做集赢，集赢咱有一个一这图来看，集赢就是有东南西北，有4位的方向，要倒一个所在来集赢呢？这个会幕就是上帝同在的记号，所以讲每一个方向，咱每一个要出发，总爱先归上帝。咱的中心点的方向性，就是上帝。上帝的时阵，就会当去看见着什么呢？看见着这东南西北，上帝民数记第2章，大家会当去看，就是伫这个东西顶面，就是有犹大氏族来传2个氏族，叫做以撒加甲西布伦。以撒加甲西布伦这个3族，因就是遮真做团结，因为有即个个别性的即个甲上帝关系。就是上帝照着以色列人的名来呼叫着因，所以讲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头前，咱是上帝所宝贝，所以爱真要紧看到咱的位置，甲看到咱的身份。所以每一个上帝囝儿女有一个方向是上帝，有一个位置是上帝所吩咐的，上帝所予人的。所以讲，这讲起来是要应答什么呢？以弗所人书第4章11节甲12节有讲到，咱的主所允许的有即个先知有即个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佮有牧师甲教师。上帝祝福遮的即个允许，是要来做平平，要来做服侍，要来同心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这项建造有个人甲上帝关系，东西甲南西，东西呼调的连接，甲东西甲南西的这连接。这第一对，搁再来咱看南西有流变，搁甲即个西面甲即个加德，这南西有这3个支座，因为因的位置，因为因的方向，但是位置无相像，毋过方向却是一致，伫服侍上帝。就是这就是谈心的一个开始，这也就是一个甲上帝关系连接，搁有彼此伫上帝面头前兄弟相听的团结。所以，这正第2对，第3对就是以法莲带队，搁马来西亚甲便雅悯，这3边第3对，第4对有但甲即个纳弗他利甲阿瑟。这咱会当对即个民数记第1章、第2章，咱去读这时，就是要讲安尼一幅图，就是安尼的一个观念。所以要出发进前，出发的根据，出发的即个目标，就是因为有即个上帝伊甲同伫地，所以讲伫遮即会幕阁有利未人，东南西北，利未族伫会幕后塞，所以咱有看见着讲，即个上帝将即个顺序弄较清楚，所以这要讲一件事。出发进前，咱爱知影，我是上帝呼召的。出发进前，咱爱知影，我甲上帝，我是上帝呼召，我有一个使命，爱彼此团结，爱甲结连其他肢体一同心上帝来专情服侍上帝。这就开始才有一个水的一个出发，且出发了后，所以咱看见着这是。即摩西，一个是经过着约录要到40年的时阵，这中有一寡事件经过要到40年的时，要进入迦南地的时，上主
约沙记第1章讲到上主的仆人摩西死了后，所以摩西嘛是会死啊。一个伟大一个先知，而且一个伟大上帝所使用的，伊嘛有伊的限制。伊总是有把着上帝使用伊的时阵，伊苦挖着遮以色列人，等伊死了后，上主对摩西的助手，这助手着伦的囝约书亚来讲，我的仆人摩西已经死，是一个完成，就是讲这世代已经到遮，即马开始，毋过这出发由愿搁往前来行。上帝讲袂因为一个世代过了后，上帝就无纪念。上帝做伊百姓代代帮助，所以一代一代敬畏上帝，一代一代往前对上帝诚做咱的忠心，彼此连结团契，荣光上帝的名。所以即个约书亚本来是摩西的助手，伊着上帝爱伊甲人民准备好势，就是要往前要来进入到迦南地了。所以后壁经文拄则咱信义啊已经有共读了，所以无需要无搁再读。这一个重点的所在，就是第1章、第2章，讲到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要出发进前，知影讲家己甲上帝的关系，要出发进前，爱将即个顺序袂当拉松，袂当来甲乱去。即个伦理即个上帝是伦理的主，上帝伊是一个照时间伊着照即个方向，佮照伊的人民来带领伊的百姓，所以伊的百姓伊愿爱照安尼一步一步来分地。所以摩西的助手，这个助手正要诚做头手，所以会当互咱去思想着，就是出发进前，咱需要先诚做助手。咱的心态，不论是徛伫啥物位置，我就是一个仆人。我是上帝家彼此诚做处理的人。咱是诚做处理的人，咱毋是主人，咱是上帝的仆人。咱毋是头手，是助手。所以一个会晓做头手的人，伊先需要诚做一个忠心顺从的助手。所以约书亚有安尼一个品格，伊受上帝所呼召起来，所以讲伊就做助手。伊做助手的时候，咱来看出埃及记33章11节讲到，摩西倒转来迎来时，军队摩西的少年人，摩西伫个时。即个约书亚佫是少年人论的囝约书亚无离开会幕，这要讲啥物呢？这要讲到伊是一个助手的养成，就是忠心无离开即个敬畏上帝道路，无离开服侍上帝道路，无离开即个团契，所以讲伫遮咱着看去，嘛咱思考着。约书亚伫做助手，哇！伫这上帝会幕门骹口做啥物呢？顾门口，顾门口咱来甲做两字叫啥？叫顾问。这顾问是啥物顾问呢？是会当顾门口真重要。就是顾门口会去拄着一寡忧伤的人，会去拄着一寡碰着难关的人，会去拄着一寡有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伊会当诚做人的安慰。伊看起来敢若毋是做头手的，毋过伊做这个助手，就是会当实际上帮助真侪人。所以这顾门口真重要。这顾门口，咱听这礼拜时，哇，看到咱安尼面带笑容，甲迎接伊，哇，逐个即款今即礼拜安怎？咱第一堂上头安尼的咱第一堂的即个每一个这。大家真人总是天使的笑容所以讲，若有伫摆咱遮，真少袂留伫遮的
所以讲，这咱袂当看去，讲唔到哦。啊，搁咱看出埃及记17章第10节，讲到当即个出埃及时，拄着即个伫你的即个利非定，拄着亚玛利的人，第一个战术着亚玛利人来挑战，所以约书亚就照着摩西的命令去甲亚玛利人来交战。摩西亚伦甲互你，因着爬对山山顶去，爬上山顶。所以，即个摩西亚伦甲互你，诚做一个团结，伫山顶祈祷互师，就是所以讲着摩西手来举起来，喺山骹着拍赢。若水浪放落来时，霜放落来时，山骹着拍输。山骹是啥物？就是摩西吩咐约书亚带一群人，去甲亚玛利的人来做征战。所以，遮互咱去看起咧，不论是山顶、山骹，就是有人单兵作战、单兵作战，也彼此诚做属灵的同伴。咱是不但咱单兵作战，咱甲上帝美好关系单兵作战，咱彼此嘛爱成为属灵同伴。就是不论伫山顶，不论伫山骹，着好咧祈祷，搁好咧过生活。山顶是一个性命的培养，甲上帝的关系连接；山骹一个生活的真正，生活顶面表露出我是上帝的。所以讲，伫即个山顶、山骹，咱就会看起彼此是咧做啥物代志呢？突破空，一个顾门口甲突破口，突破空。所以讲，要出发的时阵，咱就爱知影，即个咱的每一个人，咱伫上帝面头前，阮总是仆人，咱的心态总是助手，总是顾门口的，就是顾伫上帝的伫上帝的门口，来顾门，较赢得伫即个世间，即个歹人的厝，来过1000年吼。所以讲，这就是咱的性命不断伫做出发，伫上帝的厝，我顾门口，伫上帝的家，即个团结顶面，我来突破起，就是突破口，就是有倒的所在，小可无好势，有可能互即个魔鬼来攻击的，咱着要有祈祷，搁有生活顶面的真正。生活顶面，咱愿意活出来，咱是归属咱的耶稣，归属咱的主的，这就是生命的一点的一个出发。咱搁继续来看起咧，呼召的上帝同在的主，拄则咱这部分就看起第5节甲第7节，就是你上帝，就是甲即个约书亚讲着。你是世人，无人会当赢过你。我安怎甲摩西同在，嘛安怎甲你同在？咱每一个人，上帝安怎甲倒一个牧师同在，就安怎甲倒一个兄弟同在。就是咱每一个时阵是上帝，伊照着咱的名来疼惜着咱，来呼召着咱，来使用着咱。即个约书亚。伊当时，所以上帝就是要互约书亚知影，上帝是以前的上帝，是今仔日的上帝，是以后的上帝。上帝伊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这位上帝诚做人我靠，诚甲咱同在。所以，上帝是对咱呼召的上帝，上帝是。要甲咱同在主，所以咱生活每一个所在，总会当看见咱有一个真水的出发。实施碰到即款困难时，这显是嘛是一个真水的出发的开端。所以，因为上帝伊讲要甲咱同在，所以有人伫倒一个所在，倒一个所在就带出好报；有人徛起。伫倒一个所在，倒一个所在
就带出上帝疼惜。所以咱主耶稣基督欠的是嘛伫即个山顶的宝即个宝盆的顶面马太福音书第5章遐嘛有讲着，应该是头第9节讲着，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囝儿女。所以上帝囝儿女有一个记号，就是互人和睦。所以咱的出发就是带来和睦，因为咱将安尼记号甲人分享，将安尼疼惜行到人的中间，所以讲约书亚的受福条，上帝来坚固着伊，所以就讲着，你着遵探着我的仆人摩西所命你一切律法。当咱抓上帝最重视点的是，咱着依赖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上律法，就是诚做咱逐工对圣经咱牧师就会记以前伫番人咧带遮社会青年时，就常常甲因勉励着讲，圣经每天读一句安怎？那圣经每天读一页，魔鬼也失业。哎呦，魔鬼失业，毋是咱失业因为特别咱若魔鬼无失业，咱就失业了咱所以讲就是每天读一页，魔鬼也失业就是每天读2页，晚上才好过夜啦。你暗时变来变去，然后就想讲啥安怎这代志安怎安尼同仔咧，就敢鱼啊同仔整袂成这样同仔变来变去安尼就是上帝话伫咱内面着互人暗时这干嘛主这是一个处罚，这也毋是我的好的处罚。干嘛主我拄着这代志，所以我暗时有主的同在，好的困眠，明仔载我有好的处罚，就会当去面对遮新的挑战，佫会当有安尼一个喜乐的新的一日，这偌尔好的这就是一切的律法，上帝话藏伫咱的心肝头咱看，你着常常用律法来册，每日也读也想就是遮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齐的。圣经内面一再讲，讲3遍，代表啥物呢？代表重要这圣经内面上帝继续讲3遍，就代表讲一定要甲咱同齐的。咱就是来得着讲上帝，咱即个名伫耶稣基督内面，永远咱成做上帝囝儿女。上帝甲你甲你我三角同齐的所以咱逐工来读圣经，不是放伫心肝头。这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讲到请兄姐咱逐个一同来读10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请要建立可变的书，要列清的书，就是一切真实的，一切通尊敬的，一切恭敬的，一切纯洁的，一切可爱的，一切人无落的，且会令讲着不时放伫心内。什么叫做将上帝话放伫心内？上帝话总是动词的毋是名词。敢若讲挂遐欣赏，这句真好此曲只应天上有毋是啦，是活伫咱的生活就是不时放伫咱的生活中。牧师就会记伫伫即个家己心生活就是有当时嘛会甲兄姐勉励有当兄姐时间碰到一寡问题的时阵，大家就爱思考，就是我内面我放咧心肝头内面是啥物？若是圣经话会带出啥物？带出好得行的事，带出一寡会当称赞，一寡真实无虚假，甲一寡通尊敬的，佮一寡公平、公正、公义、甲纯洁、可爱、通无落的，这就是上帝话。咱伫上帝话顶面，咱会当放伫心内，活出来一个即个生命生活方式。
哦，所以而且就看出即个出发哦，原来中心哦，就是袂当拼煞，绝对要紧的是对着即个回报，所以咱毋通将咱的出发放伫倒呢，放伫人的心上啦。哦，放伫人的心上，咱的即个出发来开始就一个歹的方向哦。哦，虽讲你即阵看甲袂歹，毋过有一工你会因为即个人跋倒，哦，有一工你会哦，可能你会因为即个人哦，可能有一句无细致的话啊啥，哦，你感觉受伤。但咱若知影咱的方向是上帝时，咱对着人，咱就搁较有多的包容，甲咱生活内的疼惜的心，就袂去哦去想别人哦无拄好的哦迄一两句话，也是讲有当时哦有一寡哦无彼此无欢喜的事，哦，这就是一个出发。所以咱搁继续来看去，就是伫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第5节，就思考一个毋捌行过即条路出发。咱感觉出发，咱是真意爱行迄条，咱感觉足爽快。哦，咱感觉可能常常是掠家己最重心。哦，即条路是咱较意爱行。总是咱看圣经内面，哪亲像上帝安尼行，是毋捌行的路。毋捌行的路是安怎呢？就是将中心点放喺上帝安怎思维，啊，将迄个旨放喺要安怎来对待人，要安怎来甲人哦一同来谈心哦来做服侍的。所以，而且牧师来透露着哦，有一个牧师伫即个嘉义南部遐有小做一个小块统计吼，就是有一个真惊讶的事，就是伫毋免讲对个所在，就是伫嘉义所在，就是真济家庭哦，就是包括教会哦，哦，因为教会是即个社会哦一个缩影哦，就是包括教会内面哦，一看是真济人总是单亲，即个单亲毋是讲有发生啥物代，即单亲就是翁仔某离婚啦，真济。我本来想讲北部应该较济，结果看啊，南部遐真个袂少哦。哦，所以讲，着知影呢一个问题了，着爱来对教会开始，哦，来做即个服务的工作。哦，对教会开始，着爱来看啥物呢？爱一个思考，对人做目标转移到对上帝。当咱对上帝做目标时，上帝更新咱的性命。咱对上帝眼光来看时，咱会足疼惜咱的另外一半。特别是你感觉你无顾做的时，哦，你会感觉讲你即时搁较需要我来扶持伊，搁较需要我来帮助伊。所以以前，所以若有一寡即个少年人哦，咧做婚前舞蹈，啊，毋是定人教会，像是讲啊，牧师啊，有法祈祷啦，会当上帝有法备办一个适合我的吼。尾啊，慢慢啊想，咱感觉即句话看也对，毋过咱敢无啥对？为什么呢？咱无人要去祈祷讲，上帝啊，帮助我会当成做备办我成做适合我以后你去放的迄个人。咱总将目标放咧别人来适合我。哦，所以听起来敢安尼祈祷是对的啦，即嘛毋是无毋对啊。毋过搁较有一个生命中的出发，就是对家己做出发。主啊，帮助我，互我会当做改变，互我会当成做适合我另外一半你所备办的。哦，这就是爱思考一下。所以讲，这是毋捌行过的路。所以咱也上帝做咱生命中心的事，就是咱行的路，着有一个反向思考，着要离开这个世间这个想法。所以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哦，使徒保罗就讲：兄弟啊，我用上帝慈悲考劝着恁，将恁身体献上诚做活香祭物献给上帝，毋通去 copy， 毋通去复制吼，这个世界
是爱咱心意起心变化，咱才会当知上帝掠上帝最中心的是伊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心思袂当互这个世界来颠倒，咱无去改变世界，颠倒互世界来甲咱复制。比如所以有诶安尼想法，迄是咱行条世界行诶路，咱毋是，咱爱需要真做这个世界诶祝福，所以咱爱行迄条毋捌行诶路，咱诶出发爱对即条毋捌行诶路来做出发。像这约书亚是，所以约书亚入要行即条路时，伊就透早起来，伊透早起来去知影所在来看，这透早起来。这以赛亚书50章第4节，邀请这咱也一同来共读这节经文来请。我让为主也是人，伊早起甲我叫醒，开我的眼，互我心会了天时。这就是早起时啊起来。咱就是一个出发，对上帝开始做出发，对咱甲主的关系，拄则总讲过咱甲主的关系来开始做出发，才有迄个人的一个真实，人的一个团结，一个关系建立。所以早起我着要用一个谦卑的心来求主，互我先来到主的宝座前，互我会当是今仔日我袂行即条路，未出发进前。我先将我的性命交伫主的面头前，将我的生活也意愿互主你来做我的引带。所以这就是这个以赛亚书50章第4节讲的。所以牧师会记得这个祈祷出来的气力这放肆这个作者伊讲的，设使上帝伫咱的早起的顶面，会思想甲咱的拍拼内面，伊若无照着咱头一办的一位，是咱先去来到伊的面头前，安尼咱其他时间，主上帝就摆伫上好位。咱永远无可能甲上帝摆伫第二位，毋是第一位，就是上好位。为怎样呢？要互主印象真深因为以前你上班的时阵，嘛是安尼已经经过这就差不多30几年前迄时阵还阁在买厝安尼。感觉即个安尼可能安尼要来负债迄时不然即个从逐个月从1/10来奉献迄时阵才感觉，因为迄站拄薪水嘛有较悬一点一个月可能总爱10年才会有1万块安尼，所以迄时阵还阁拄买厝，着甲上帝。真内底真常着祈祷，我有一站，我着上帝真好参详啦所以讲，上帝我先甲你放第二位安像我安尼，我着先减一寡，减一寡了后壁毋对后壁迄卡入的时，迄个多朋友来找，不然以前拢无转，后尾就感觉用即方面嘛会当。上帝就应该是袂要紧无上帝我即个互我请教一下我来咱迄种甲朋友的出来迄种即礼拜无来礼拜，着安尼因为迄时阵阁无啥物万人崇拜啦，无拜六啥物崇拜较无所以讲迄定个崇拜人无你着无就是安尼的，所以。有所真深的感受，一定爱对上帝放在第一位，无我着一直甲排，无可能第二、第三位，后壁阁因为阁啥物代志，就一定放在上尾位。所以即着爱，伫咱第一天早起一天要出发进前，咱先来甲上帝面头前，咱才来做咱今日一个出发，来行即条咱毋捌行。上帝恩典教业，这是一切愿意行伫上帝道路顶面的共同咱所领受的。所以，好无？牧师像咱
今日咱来上尾咱来唱一首诗歌，这就是我拄早起来要坐这个捷运的时阵吼，同仔读出来歌吼，清晨我要起来祷告主吼，这条叫清晨我起来要赞美主，我无时间拍，我起来要赞美主。清晨我起来要赞美主，清晨我起来要歌颂主。清晨我起来要赞美主，清晨我起来要歌颂主。愿你的话，愿你的话不断光照我，愿你的灵不断充满我，愿你的名天天真伟大。好，咱来，清晨我起来要赞美主，清晨我起来要歌颂主，愿你的话不断充满我，愿你的灵不断充满我，愿你的名天天真伟大。这是我读谱出来，就我早起来要做啥物代志呢？早起来我要来学老主，我要来称颂主的名。早起来我要来祈祷主，我要来亲近主。早起来我要来学老主你的名，像我今日要出发进前，希望上帝你徛伫我的头前，带领我今日的日。所以用兄弟牧师，咱今日，咱就先这经文，咱看遮上尾啊，伫遮咱看见着即个第3节有讲着，着起身离开你的所在，要有离开咱的所在，才有一个新的军队。行迄条咱毋捌行的道路，其实即条毋捌行的道路，是来咱从以前去行。只是讲，咱需要搁较坚定来行，着对咱的主。所以，这约柜内面有吗哪，有即个阿伦布的即个管，搁有即个10条戒。所以，军队上帝就是接受上帝的供应，军队上帝就是领受上帝的拣选，军队上帝就是有清楚知影上帝伫我头前。伫引带着我，所以路尾啊第4节、第5节有讲一个，恁着家己要分别做成。所以咱出发伫咱个生活顶面，随时思想着、学习着、分别为成，会安尼一个功课，就是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0节甲第1节讲着，伫即个大间厝的内面，有金的器具，也有银的器具，也有做茶的器具，即个茶具，搁有肥的器具，就是人若先即件，着家己离开遮的粗俗的事，就会成做贵气的器具，献活互主人用，通准备好势来做逐项好事。出发，咱是抓上帝做咱的中心。咱知影，咱是上帝所拣选的。咱知影，咱是军队上帝，又对咱有供应；军队上帝，伊对咱有引带；军队上帝，伊伫这内面，伊对咱有拣选。所以，咱知影，咱出发，人有即个位置，人有甲上帝关系。人也有团体美好的结连，所以伫生活顶面，人随时着伫出发的性命，就是也爱随时做出发，就是互主而来清气着咱的心，诚做贵气的器皿。有人说毋是喺外口看起来金光闪闪吼，迄种一个金光闪闪是真容易互主人所做使用，毋过。内面有一寡蜘蛛网，
一寡垃圾物件，伫厨房的是，咱厝若有一个金的器具，你若出去晨跑转来，你要啉水，你会用即个吗？你看着内面总伫厨房，阮的也无新鲜气，菜有较好是无？即个肥的看起真容易看，毋过内面新鲜气，咱着摕来着使用咧。所以咱的主对咱的使用，咱的心若清气，咱实在就是诚做金的器具了。所以咱的出发就是在地上帝，伊不断清气着咱不断来跟对着咱的主，愿咱继续咱的人生，继续跑走，出发伫上帝疼惜伊的呼召，甲伊爱咱，诚做别人的祝福，诚做彼此的父母，诚做福音的出口。咱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有道你，再一次，阮偏偏领受到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留宝贵的救赎。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阮诚做上帝的儿女。主感谢你，你做阮代代的帮助。这世界不断往前来过去，总是主，你引带阮有一个水的出发，互阮伫这世界顶面诚做祝福，互阮跑走伫阮的道路的顶面，看见着主你引带甲阮三角同在。不论是阮的身体，不论是阮厝里的人，阮的厝里每一个关系，不论是阮肢体之间彼此的相定，不论是阮工作顶面阮甲人的计较，不论是阮伫一切即个风险，也是阮即时阵有欠缺顶面，阮总来甲供应我的主的面头前，求主再一次愿领受着主，你照着我的名来呼召着我，互我再一次应答着你的拣选，跑走滚对伫即条主你已经赏赐为我备办祝福的道路。阮安尼祈祷感恩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